2023年卷2第4題，某地圖以 n 乘 n 格去表示，如果 n 等於6， 6乘6有36格，中間呢個係某地方嘅地圖，咁而出邊就係海，每一格有個數字係代表餐廳嘅數目，例如 map 11有8間餐廳， map 12有21間等等。問題 A 有個子程式叫 sum， 咁佢有3個參數 i、j 同埋 k。所謂 sum 14，咁即係由 map 14就係呢一格，咁最尾個數字呢係2乘2，我哋會將呢4格嘅數字加晒佢，等於50。map ij 係左上方嗰一格。問題 A1 sum 143會 return 咩數值呢？14就呢一格啦，所謂3就係3乘3，咁所以將呢紮數字加晒佢，咁結果呢就係58。第二 sum pq2 會 return 一個2乘2格嘅總數當中最大嘅值，咁 P 同埋 Q 係乜嘢呢？咁我哋睇翻個 map 呢，最大嘅數字喺晒左上角，咁所以呢4格加埋嘅數係最大嘅，所以第一格嘅位置就係 map 12， P 係1， Q 係2。問題 B， 咁有另一個子程式叫 zoom out， 有個參數 K 用嚟合併 K 乘 K 格成為一格。舉例子，如果 K 等於2嘅話呢，我哋會將2乘2格即係4格合併成一格。如果 K 等於3嘅話呢，我哋會將3乘3即係9格合併為一格。咁所以 B1 K 等於2， 2乘2 4格合併為一格。咁所以呢4個加埋嘅總數係74，呢4格加埋總數呢係68。於是由6乘6 36格就變成咗3乘3 9格。左邊呢個陣列叫 map， 右邊呢個陣列叫 reset。reset22 即係中間呢一格，總數係16，咁佢係相等於 sum r32。咁 r 係乜嘢呢？咁我哋記翻啲參數先啦。頭兩個數字就係4格當中左上角嗰一格，就係33，咁所以 r 等於3。第二，當 k 等於3嘅時候，3乘3 9格合併為一格。reset22係相等於 sum 4s，3s 係幾多呢？reset22就係右下角呢一格，咁佢係相等於 sum 443，咁所以 s 等於4。第三 zoom out 嘅偽代碼點樣寫法呢？咁因為牽涉到 2D array， 咁所以一定係 for i for j 噶啦。咁要做幾多次呢？當 n 等於6嘅時候，如果 k 等於2嘅話呢，6除2係3，所以我做3次。咁如果 k 等於3嘅話呢，我哋會做2次。咁所以 for i 等於1去到 n 除 k 就係左邊。咁第二個 for j 等於1去到 n 除 k 就係右邊。咁所以 i 等於1嘅時候呢，由1開始 ；i 等於2嘅時候呢，由3開始；i 等於3嘅時候呢，由5開始。咁所以答案呢，就係 k 嘅倍數再加1。咁所以當 k 等於2嘅時候呢，就係2嘅倍數再加1，例如1、4、7等等。當 k 等於3嘅時候呢，就係3嘅倍數再加1。咁而 j 一樣都係 k 嘅倍數加1。呢個就係 map 嘅左上角嗰一格嘅坐標。問題 C， 咁下邊有兩個 function， 一個 function 1， 一個 function 2， 咁佢哋會做啲乜嘢呢？假設 k 等於2，咁我有兩個 for， 一個 for p 由 i 去到 i 加1，即係做2次，一次2次。for q 由 j 去到 j 加1都係做2次。咁我哋假設而家 ij 係5同埋3，咁所以就即係呢一格。我哋嘅 for p for q 就係做緊呢4格。如果 map pq 係大過 tem 嘅話呢， tem 就等於 map pq， 係揾緊4格當中最大個數。咁所以 function 1 31會 return 咩數值呢？31就係呢一格，咁所以呢4格當中最大嘅數就係15，咁所以 return 嘅15。至於 function 2，咁 for i 等於1去到3啦，左邊 for j 等於1去到3，右邊做9次。咁如果 reset ij 大過或等於 tem 嘅話呢，咁我哋會 call 個 function 1 i 乘2減1 j 乘2減1。咁我哋正話講過 function 1係揾個 max， 揾最大個數值，而 i 乘2減1就係單數。咁所以當 i 等於1 j 等於1嘅時候，咁呢個係11。咁當 i 等於1 j 等於2嘅時候呢，咁呢個係13。i 等於1 j 係3嘅時候呢，係15。咁呢啲數字係代表緊呢度每4格嘅左上角呢一格。如果 function 1即係呢4格當中最大個數，
係大過 temp 嘅話，temp 就等於嗰個 max。問題二，咁 function 2會 return 咩數值呢？我哋睇翻呢四格嘅 max 就28，呢四格嘅 max 就41，呢四格嘅 max 就21。咁佢當中最大嘅數呢就會係41。咁所以呢 function 2係 return 41嘅。第三 function 2嘅目的係乜嘢呢？就係揾出 map 當中嘅最大值。第四，咁如果 function 2我移除第四句嘅如果，咁會有啲咩事發生呢？咁答案就係執行嘅速度會慢咗，因為我哋會做多咗好多不必要嘅計算。咁你睇翻個 function 2咧 ，for i 1去到3 ，for j 1去到3啦。咁如果 2set ij 就係上面呢啲數啦，如果大過個 temp 嘅話，佢就會 call 個 function 1去揾個 max。咁中間呢句如果個作用係啲乜嘢呢？我哋睇翻呢個數字74、68、24，如果佢係大過個 temp 目前講個最大嘅數值，我哋先至會 call 個 function 1去揾個 max 出嚟。咁所以當 i 等於1 j 等於2嘅時候，2set ij 係68，而目前嘅 max 係74。咁68大唔過74，我哋就唔會做下邊呢個 if 啦。同樣地，當 i 等於1 j 等於3嘅時候，24大唔過我哋嘅 max， 亦都唔會執行呢一句。咁所以個速度係快咗。咁相反，如果我哋冇咗呢個如果嘅話呢， for i for j 9次，每一次呢，我哋都會 call 個 function 1， 我哋每一次都會執行第二個如果，咁個速度就慢咗好多啦。問題啲，咁用編譯程序有啲咩好處呢？程序嘅好處係效率啦、安全啦、經過優化，另外有錯誤檢查。問題一，咁程式庫有啲咩好處呢？慳時間啦，可以重用啦，等等啦。問題 F， 物件導向有啲咩好處呢？咁個好處係可重用啦、資訊隱藏啦、靈活性較高啦。